力舞不是少年人的专利，日本集团老大人舞团跳霹雳舞练身体，上济会已经74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日本关东落大雨，中东地区说是咧称降温，极端气候状况是真严重。沙特阿拉伯的圣城麦加，一年一届穆斯林朝圣团结束，因为当地是热到51度，极共是有500外的信众热死，滚落千人身体艰苦。也若是美国中西部甲东北部嘛，已经热到33度，超过7000万人受到高温警报。日头赤炎炎，朝圣者西接天房虔诚来进行宗教仪式。伫沙特阿拉伯圣城麦加举行的朝圣活动是伊斯兰教年度圣事，也过近年来气候变迁对活动影响是真大。沙国气象中心讲，本礼拜一麦加大清真寺四周围的气温达到51.8度。根据阿拉伯外交官的讲法，伫这7天活动中，至少有550名朝圣者热死。当局也证实，超过2000人正伫接受治疗。The weather is extremely hot. And even before pilgrims arrive, we started our campaign by educating everyone about how to protect themselves, how to use umbrellas, how to keep themselves hydrated. 沙国顶个月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举行朝圣仪式的所在，气温每10年升高0.4度。尽管安尼，今年麦加的朝圣活动依然是吸引超过780万人参加，绝大多数是来自世界各国的朝圣者。另外，极端的高温也侵袭美国中西部甲东北部，十北包含芝加哥、俄亥俄州等真侪所在超过33度，户外活动拢来取消，影响将近7700万人。美国国家气象局讲，即摆这热天气至少持续到这礼拜5。纽约州市同时面临极端的湿度，空气品质受到影响，已经先来启动臭氧的警报。So when you do get a heat wave, what it does to the atmosphere is it makes the air expand. So when the air expands, it creates a dome. So very intense heat wave conditions are going to extend over 1,000 miles away from the center of that heat dome, all the way here to the Midwest. 像寒协调的这么热效应是造成欧洲甲北美洲地区烧热降温的主要原因。气候变迁和这么热天气所当更加慢，延长这个影响时间甲范围。因来长期拄着可怕的新墨西哥州，本礼拜一南部地区2站野火快速来炭烧，烧掉超过500栋建筑物。几若千名民众早离开家园，中间州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州长也请求国家支援。公视新闻杨干编译。美国总统拜登今日宣布，美国公民无身份证的移民配偶，也佫有因生无到21岁囡仔，会当申请永久居留做美国人。伊阁是有55万人下资格。这项移民政策是会当对伊的选情真有帮助。不过共和党就批评讲，这袂属是大规模的违法特赦。2礼拜进前才发布新的边境管制措施，引起民主党镇压反弹。美国总统拜登18号颁发新的移民政策，为后境内公民的无证移民配偶就地合法。今年6月17进前，伫美国居留至少10年，配偶是美国公民、无犯罪记录人，拢用就地申请绿卡，甚至正做公民。就连因所生未满21岁非公民囡仔，也符合申请的资格。In fact, polls show over 70% of Americans support this effort to keep families together. 这是为2011年奥巴马政府时代囡仔教会的将关区的办法 DACA 计划，美国总统针对保护移民推出的上大规模行动。迄一天现场佫举行 DACA 12周年庆祝仪式，佫宣布简化 DACA 计划受益者提到工作签证的处理方式。这新措施为了会对拜登伫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乔治亚州等摇摆州的选情加分。I think he's just trying to tell Democrats or other potential voters for him that, well, wait, no, I'm not harsh on immigration here. I'm helping this group of people. So I think it is definitely, a little bit of a political turnaround because of the criticism he's received for the restrictive actions. Absolutely. I'm very worried that we go back to those times, and if President Biden is not reelected, then it's going to be hard for us because everything that is happening today might be taken away tomorrow.
中科统计密苏里州联邦参议员霍利，就对国土安全部长梅奥卡斯发一封将严厉抗议批，讲新措施会吸数百万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南部的边境，因讲是扇美国纳税人的嘴皮，对合法进入美国的移民来讲完全不公平。讲这是违法的大规模特赦，会对这展开调查。公视新闻王慧文报道。波音737 MAX 机型，2018年、19年连续发生2件空难，造成300多人死亡。美国参议院昨日开听证会，骂这波音的执行长凯尔洪领真悬的薪水，煞对员工真重酸。有人也空讲，这各种的飞机零件可能会放倒伫咧新的飞机顶头。参议员也表示，这种种的证据拢证明讲，波音公司应该放随起诉。2018年、2019年两站波音737 MAX 机型分别伫印尼甲伊索比亚起飞了无偌久发生空难，总共夺走346条性命。波音执行长凯尔洪18出席美国参议院详细调查小组委员会听证会，遭到议员对波音公司安全记录的批评。凯尔洪伫会上客家向罹难者家属谢失礼。I would like to apologize on behalf of all of our Boeing associates spread throughout the world, past and present, for your loss. So again, I'm sorry. 伫凯尔洪到听证会之前，参议院小组发布长204页的报告，其中包含检举人新的指控，讲波音对几100件各种零组件处理不当，烦恼其中的一部分可能被安装到新的737 MAX 飞机顶面。对着安全的问题，凯尔洪讲对公司的安全记录非常有信心，讲已经摕到进展，并且致力来改善安全性。不过，却是遭到议员的批评，爱回头看一下遐坐伫伊后壁的罹难者家属。除了场内，场外要更加侪家属炸罹难者相片，讲波音谋杀346条人命，要求波音马上向伊交代。也那康乃狄克州民主党参议员布鲁蒙索是讲，因讲所有压倒性的证据拢表明，波音应该被起诉。凯尔洪今年3月8讲，要伫今年底卸下执行长的职务。第18听证会一直互密苏里州参议员霍利质问，去年的薪水是3280万的美金，超过11个大票。想要对波音公司来夺取每一分的利润，不过却是对员工付出真重酸，更加克扣这个薪水。They got 1% wage increases over 8 years. 1% over 8 years. You got a 45% increase just last year, and you're making $33 million. 这几年随波音飞机安全事故一直发生，检举波音飞机制造过程有问题的检举者一直出现，警告检举者和波音高层威胁甲报复。2个检举者伫2个月内连续死亡，互外界对波音公司提出更加多怀疑。凯尔洪是承认讲，波音已经对报复检举者的主管进行处罚，并且洗头路，也认为波音的安全文化无完美。公视新闻深度批编译。中国的电动车制造商小鹏汽车曾测试因的飞天车，是啥真侪民众围观。因是宣传讲因的车咧操作真简单，学1点钟就会晓。后来开登个正紧，车体慢慢升悬。中国电动车制造商小鹏汽车子公司小鹏汇天18日号网南丰市试飞上新的实验型飞行车陆行者 S 级，吸引不少人来看。这款产品呢，它目前它的技术参数呢是，可以飞25分钟，然后时速可以达到130公里每小时。陆行者 X 级是2人座，外形甲跑车真同，车身重680公斤，上大载重160公斤。主要是市区内底地图飞行设计，按过18试飞，指定是直直起降。小鹏汇天讲，飞的时阵袂排放自动化碳，而且配合手动甲自动驾驶2种模式，甚至唔免负复杂的机能。那了解是设定这简单操作的功能就会使。经过1个小时左右的培训，就可以简单对我们的飞行器进行一个控制，因为我们的自动驾驶是不需要它去做一个操控的。小鹏汇天讲，试飞时阵大家反应真好，按过目前无上市的计划，强调只是为技术完成才设计。按过因讲，去年出来飞行汽车落地航母，按算第4季就开始接受预定，搁伫明年第4季量产交货。公视新闻徐焕玲编译。
澳洲南方天文台天文学家2019年底发现一个离地球3亿外公里的星系核心，这光度是非常变强，佮一直有变化。所以讲，研究团队就认为讲，可能是黑洞要开始活动啊。若是正经的，这就是咱人类头一摆看到黑洞活动的过程。电脑网架模拟伫处理做的 SDSS 1335甲0728星系，对乌苏苏到发光的过程，伫2019年底进前，这个星系并无发出真明显的光度，因为伊忽然间光起来。澳洲南方的天文台 ESO 是启用伫智利的超大吊镜 VLT， 而且引用各地天文台收集的数据追踪和分析，发现伊的光度持续的时间比超深星的木栅，也是恒星挖暗光星引发的海影瓦解现象造成的发光情形搁较久。天文学家研判讲，这个星系因为有活跃星系核，内面超大的质量暗光星有可能开始活动，因为甲四颗地下的气体和物质拢加起，才造成伊开始发光。Normally, when you see a black hole without any gas around it, you don't see anything. You just have a black hole, and black holes don't emit any light. That's why they are called black holes. While when you have a black hole surrounded by material, then you can say, okay, this black hole is active. It's actively consuming material, and the gas, as it falls into the black hole, you have emission of a lot of light. 天文学家讲，过去是毋捌观察到亲像这种现象，这是头一摆人类及时去看到暗光星对表面到活跃的过程，是天文研究的一个大成就。When we are looking for black holes, we can't really see them directly and instead have to look for their effects on things around them. This makes them extremely tricky objects to look for, so anytime anyone is discovered at all, it is a really impressive achievement. 研究团队研判讲，这是暗光星拄入去活跃的初期阶段，计划建立实验模组调查暗光星醒过来的原因。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今年巴黎奥运是甲霹雳舞列入比赛项目，不过这款动作爱美丽，甚至搁爱爬练到的舞蹈，其实毋是干那少年人的挑战。日本就有一个老大人的霹雳舞团，这上届集会已经74岁啊。一个阿嬷就讲，跳霹雳舞会当练身体，伊按算要继续跳到100岁。在舞台对音乐跳舞，最后佫双脚向顶悬踏，佫优美活身摆姿势。徛在舞台中的舞者，无讲一定看袂出来，已经是74岁阿嬷咯。やってたんですよ、練習風景で。私も若ければきっとやってたなこんなことと思いながら見てはいたんですよね。でもまさか自分がねやるとも思わなくて。完全清慧阿嬷讲，男是高中校友提议，因捌想过会正做老大人霹雳舞小组的成员，对囡仔斗阵接受捌得到日本霹雳舞冠军教練的指導。そんな難しいことはもちろんね、もう年ですから頭でくるくる回ったり片手で立ったりなんて絶対できないけども、下半身強化ね、運動にはなるなと思ったので、それで続けてます。其实，原传阿嬷早就是大师级的日本舞舞者，带学生安怎伫个动作之间跳出日本舞的身份。这种传统舞蹈甲霹雳舞比起来，一静一动，天差地别。毋过，原传阿嬷为着因继续跳心爱日本舞，决心会继续接受霹雳舞的挑战，来锻炼强健的体力。100歳までできますよ、やる気になったら。ブレイクダンスは生きてればね。听到老人跳霹雳舞，真侪送囡仔学霹雳舞的家长，拢感觉哪有可能？因伫看过原传阿嬷表演了，只有一句话，就是有够厉害。原传阿嬷努力学舞的身影，也加速其他少年舞者上好的模范。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河狸因为皮草有价值，肉嘛会价值，所以讲过去是险去互人类掠甲动静。英国这几年就真拼死咧保育。这款河狸天生就会打水坝挡水，保护伊的手，是真特殊的行为。所以讲观察因的动作，对游客来讲是真趣味的行程。不过，若是对农民来讲，就是一场灾难，因为河狸破坏报花，就会影响到因的田，害因损失真严重。
尾暗暝的时阵，一阵游客是点点仔加入去树林仔内的田仔边，两只狐狸发现讲对面草仔的顶悬有马铃薯和红菜头只食物，随爬起入要找物件食。游客嘛较紧摕吊镜和翕相机，要较紧把这个画面留落来。狐狸风叫做是自然界的水坝工程师，因为着要保护家己的树，会用手机来起坝闸水，闸落来水流变做湿地，生态更加丰富。Very good thing is that our farm track doesn't flood out in the winter. It used to flood out to a depth of about 4 feet, and we had to rebuild it every winter. And because one of the beaver families is above that, they built dams which holds the water back, and it doesn't flood. But they have increased the area of wetland magnificently, and the benefit to the other wildlife from very small things like dragonflies and frogs right up to bats and all those sorts of things is staggeringly quick and rather wonderful. 狐狸因为伊的皮和毛有经济价值，肉会当食。400当前是互拍大的乌白掠，在英国的野外是规个无去，一直到最近几年，有关当局是积极在野放和复育，互狐狸的数量稳定成长，嘛帮助苏格兰这个农场发展出狐狸生态观光行程，请真侪人来看。不过对另外一个农民奈尔来讲，狐狸是去害着伊的田。But this field of potatoes here was just a lake. 奈尔讲，狐狸伫风水堤伫乌坑，佮用树枝啊，甲排水管拢拆掉，互办法规个拢纳落去，田拢互引起。即摆伊正在顿土中间，损失是真惨重。The financial cost to me this year, that to repair that bank, we reckon it's over 500,000, and the crop losses on top of that. So it's unsustainable. It's just horrific. 为着避免状况恶化，奈尔和农民联合会是达成共识，甲苏格兰一个地区是划作狐狸的禁区，而且摕到政府的许可，捕杀几十只狐狸，其他的族群是徙到其他的地区。安怎互狐狸和人类和平共存，会当保育野生动物，佮不会伤害农业发展？英国政府是做出真困难的选择。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因为气候暖化，真侪海域的酸蚵仔白化死亡。南美洲哥伦比亚就设计师发起用艺术保护酸蚵仔的计划，因是将一寡雕像放伫咧海底，做成人工鱼搭，这看起来袂输是水下博物馆。咱做伙来看。派赛兽桶流行设计师塔蒂亚娜参与水中，带领参观水中的各种雕像，看到雕像身上头壳顶有少数的酸蚵仔，当咧自然成长。受到气候暖化影响，真侪海域的酸蚵仔都安尼白化死亡。哥伦比亚环境部表示，当地的酸蚵分布面积原本相当10万个，骹球场大，也毋过气候变迁，互2/3以上的酸蚵发生白化现象，加上游客唱水环对酸蚵的破坏，互当地未少的酸蚵死亡。Y nosotros los nativos teníamos una ignorancia de no valorar nuestro terreno. Nuestro terreno como terrestre como acuático. Cogíamos el coral, lo destruíamos. ¿Por qué? Porque no teníamos esa conciencia. 为此，当地的流行设计师塔蒂亚娜伫2018年提倡用艺术拯救酸蚵，甲多艺家欧索利奥、参福恩特斯合作，创造达到1.5公尺悬的雕像，各种雕像放伫富埃尔策岛4公里海域大约6公尺深的所在，形成人工鱼搭了后，伫顶面护育酸蚵。Arriba se reproducen, baja la larva de coral y encuentran la escultura, un sustrato idóneo y allí comienza su proceso biológico de reproducción. 为着塑造这个雕像，多艺家下伫离岛屿大约60公里远的蓝土地，乌内底黏土，搁带转去捏制。每一座雕像甲制作的手艺，拢传承自传统德鲁人的文化。Esta técnica, mis abuelos, mis tatarabuelos, ellos también aprendieron a hacer estas vasijas. Como ellos también, los papás de ellos fueron indígenas, entonces ellos también se dedicaban a las varerías. 目前浸伫水中的雕像已经有25个，形成一个水下博物馆。若保护酸蚵，传承传统文化，也加做新的观光景点。当年都会当接待大约2000名畅水游客，伫无影响环境生态之下落水参观。公司新闻陈时东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